做金钱的奴才痛苦，做金钱的主人快乐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势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你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总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势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二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你拢就是讲我是一个歹大家啦，好啦，我伫个糟蹋我家己的阿嬷，考到我的媳妇啦，安尼会用的无？哎呦，无人讲你是歹大家，嘛无人讲你咧考读媳妇。这是阮厝内代志，你这外人莫插啦。淑珍啊，你若袂记讲志忠甲美娟是拢叫我姨妈呢，连你嘛叫我阿姨呢，我安尼算外人是？你的家内事，感觉都毋是我的家内事情，啊！阿姨呀，你搁知影美娟甲志忠叫你姨妈哦？你做事大，哪会甲伊做定来骗我啦？哎呦，淑珍啊！你讲你来阮兜的时阵，我毋是甲你讲甲诚清楚，妹仔甲建昌根本都无安怎，我还甲你骗吼，嘛是无希望恁两个人无安尼继续冤。无可能啊！为少年到今嘛，伊骗过我几啊届啊啦！我无可能搁再相信伊啊啦！美娟啊，今日紧带恁阿爸入去内面衫裤换换咧，无会感冒。哦，紧来。阿爸，我才来换衫。哎呦，你嘛莫踮遮定型，去啦，紧入去啦！阿爸，会寒着啦，紧来。来啦，美娟啊，恁阿爸咧，衫裤有甲换好势无？有啦，你家己哪会无换啦？我不要紧啦。美娟啊，你是安怎无爱踮房间好好休困？哪会要出来洗衫？是恁老母叫你洗的是？恁老母甲你苦斗过？哎呦，我就知哦，伫厝的吼，我就伫烦恼这层代志。哎，我互我聊甲准啊！讲甲淑珍迄个个性吼，实在有影有够害啦。一个发生地吼，安尼就大声声屁嘿叫，每次敢若一粒炸弹囥咧厝内面，不管时都会爆炸。这款精神威胁，啥有法度通忍受？毋是啦，姨妈，阿母对我足好诶，透早起来订补药互我食。遐代志是我家己要做的啦。你家己要做？你是安怎要做啦？我无照顾阿爸，是啥物照顾阿爸啦？
呾淑珍是恁阿爸的某，当然是淑珍照顾啊。因的关系你也毋是无了解啊。而且阿母即摆年岁又够大，遐拢是我遮做新妇应该做的啦。遐毋过吼，你即阵是老体做艺来呢，伊敢有体谅你？姨妈不要紧啦，你也毋是毋知阿母的脾气啊，发过就好啊。听到我较担心阿爸啦，我担心伊的身体袂感觉刺激。哎呦，美娟啊，你安尼后摆日子是免怎过啦？啊，志忠呢？志忠伊知无？会知影啦，伊嘛对我真体贴啦，伊可以斗相共吼，替我靠近阿母咧。好佳哉，你还阁有一个红糖的外壳，啊若无吼，你真像下口第四囝，有话你都无底讲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相信这阵阿母是因为我老体的关系，所以心情较歹，过一阵仔一定较好啦。希望是安尼啦，美娟，你若爱姨妈莫烦恼吼，你是着要好好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哦，有听无？若有啥物委屈，转来厝内甲我讲。若无方便吼，拍电话也会用的啦。姨妈一定甲你斗相共，知无？多谢姨妈。等我这只鸡若炖好吼，你爱会记爱加食一寡，身体爱补，知影无？阿爸，有你的批。哦，这是进为美国写转来。阿爸，啊批是写啥啦？啊你看完就咧吐大气。阿爸，啊既然想要知影美娟姐啊过了好无，是安怎伊无爱家己写批去问美娟姐啊？那就写批来互你，再叫你去看。啊都，你囡仔人你唔知啦。是啦，我知影恁的代志愈少愈好啦。嘿啦，代志若知影愈少吼，烦恼就愈少，吼。阿妈，阿母啊，等美娟安怎哈？真好啊！哎呀，阿母啊，我刚才看你的面色嘛，知影美娟到底是安怎，你唔着甲我讲。身体恢复了袂歹啦，真好啦。哎呦，阿母啊，你着知影我毋是咧问这，我是咧问讲淑珍有对美娟安怎无？哎呦，你熟悉小弟也毋是头一工啊啦，啊，着搁问伊哦。我阿母啊，啊，着安怎你唔着甲我讲哦？我真烦恼呢，你莫安尼离去哦，你甲我讲啦，阿母啊，阿母啊。
去呀！拄遐厝，我要嫁配互志玲啊！我还无机会甲讲，我甲阿爸用我等下大兄相大。安尼拄啊好呢，我嘛要甲大兄做几摆狗吼，嫁去阿兄。啊无安尼啦，你配交下我来去就好啊，你免搁加走一逝，吼。免啦，我家己来去就好啦。美娟，我好相信我，我惊我会偷看你的批哦。我变哪会无相信你？变哪会惊你偷看批啦？你想要骗？你想要安尼做？你想要安尼做？总经理，这公文哦，我已经整理好势啊，你看卖啊。好，顶转去啊！总经理，还未到下班的时间呢。恁某吼即摆做需要你的，正好有等秘书甲我斗3工，紧转去啦。多谢总经理。哦，总经理，你今仔足水的呢。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起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，才苦了苦。我来啦。免啦，我无遐尼啊老啦，我嘛无亲像恁阿爸中风吼，啥物代志拢爱人照顾。以前你甲我讲过，你袂阁为恁阿爸，你会甲我当作是你的阿母。也毋过吼，你所做的代志，证明你拢在骗我啦。恁单甲每一个人讲的话吼，我即马拢袂阁相信啊。在你这个厝内吼，只有我是外人。以后吼，我要食我家己煮，我要穿我家己穿，免你来替我烦恼啦。阿母，我知影是阮对不起你，阮无应该欺骗你，尤其是我无都将我你免向我解说啊啦，我无想要听啦。你若有啥物代志吼，还阁有啥物委屈吼，去找恁阿爸，去找你的翁啊，要来甲我这外人讲啊。阿母，我要煮饭啊啦，你若要煮互恁阿爸吼，还阁有你的翁食吼，麻烦你小等一下，我随好啦，吼。阿母，搁啥人讲咱嘛是一家人啊？你后壁，恁是一家人啦，我毋是啦。我甲你讲啦，连这的菜吼，拢是我家己买。恁兜的冰箱吼，啥物物件拢无啊啦。你若要煮，家己去买。阿爸，我今日无买菜啦，厝内无啥物物件，你想要食啥？我出来买。美娟，阿爸啥物我拢无想要食。阿爸，你哪会通不爱食啦？安尼身体哪会甘的啦？你老体刚啊出去，你是咱搬到去房间来好好休困。你要过来照顾阿爸，烦恼阿爸，
你的身体敢会堪的？好啦，阿爸，莫阁讲好无？你若真正唔甘我这做查某囝，你总莫互我为难嘛！你甲我讲，你要食啥，我厝内去买。莫甲我讲你啥物拢不爱食，莫阁替因家代志好无？你看，拢是阿爸害你的。阿爸带你倒来大衙厝，互你甲阿爸咧受苦受拖磨。阿爸无想讲要拖累你啊，阿爸对不起你啊。阿爸！莫讲，我来你们家里食。我。你是安怎？是毋是阿爸甲阿母搁发生啥物代志了？啊是你的身体搁无爽快？来，美冠，美冠，啊你是安怎？你毋着讲，你毋讲我是会烦恼是会紧张呢？你到底是安怎啦？记着，这摆大衙厝是你话，你会记得无？你张被是我拜托你寄互志仁的，你会记得无？到今仔日我才知影，原来你爸做甲迄张被拢无放弃。你啥物安尼做？你不偷看我的你到底是想要知影啥物？你俩阿娘无信任我，你啥要娶我？美冠，咱都已经结婚啦，这已经拢无重要啊啦。对你来讲无重要，还对我来讲，真重要。第一名戏出大亚出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亚厝。呀哩哟呀哩哟，有一去着呀哩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。对你来讲无重要，还对我来讲，真重要。美冠，刚讲一直到即摆，志仁对你来讲也是最重要的事无？我会安尼做，完全是为着希望讲会当带着你，会当得到你，会当疼惜你，照顾你。我甚至会当啥物拢袂伫，我干希望讲你会当留伫我的身躯边啊。刚讲自咱结婚到即马，你拢感受会到我对你的爱。但记着，你用这种手段得着我，这种爱我唔敢接受啦。美冠，你别讲，你要互我想看，这款爱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？美冠。
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化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初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化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